挑战真人版百苗图之。贵州三岁县寨头村的苗族也称寨头苗，属于东部方言的一支。由于长期和侗族互相影响融合，所以他们的苗族服饰和贵州镇远一带的侗族服饰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套服饰主要由头帕、花簪、3层上衣套褂、围腰、裤子以及10几件大小银饰组成。他们的头饰分日常装和盛装2种，日常装包3角头帕，盛装用头帕和银饰簪花装点。头帕要手工盘半小时左右，然后环形插上银钗和头花，和最近很火的巡捕女的头顶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衣服和银饰一样，讲究以多为美，套的层数越多，家里就越富裕。而他们刺绣围腰的由来，则反映了传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一个过渡。在寨头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以前女人非常聪明，都是女人娶男人，后来为了盖住女人的智慧，就套了围腰，所以寨头的苗族新娘在结婚这天盛装就不穿围腰，自信大方地展示最美的一面，婚后就穿上了围腰。一套盛装的穿着完整要花1个小时左右，今天我们就要穿上它去参加寨头苗族最隆重的2月2，跟着我一起出发吧。